正如人咧讲，加食无滋味，加话无值钱。继续要来关心台湾这个智道严重血友病囡仔，伊本身是对老母去乌北探亲，结果无坐到头一班中国武汉包机，药仔已经食了啊。这个月初10，海基会透过台商一个接一个，把药仔送去到乌北，暂时解决这个问题。也毋过，这两当下敢若会当用到2月底。这款的药仔贵33，伫咧中国有钱嘛无地买。老母即马就真着急，透过台湾企业联谊会，甲台湾政府喊救命！疫情指挥中心讲，27一天已经把药仔开互厝内人，煞来要安怎送去到乌北，又阁是一个问题。包机的进度一直无顺利，进前无坐到头一台专机，阁留伫咧武汉的一个血友病囡仔，妈妈阁再一摆来对我请求斗3工，因为因的救命药啊，到底要用完啊。他们的家人讲说，这个针剂是预防啊，好预防那个内出血的，因为这个针剂非常的特殊啊。那目前大陆没有这个针剂，这个药很新，而且非常贵。所以呢，照道理讲，依照规定，那个病患没有在台湾是不能够拿的。这个月10号，海基会透过台商千里将药仔送到乌北，将珍贵的2剂针剂送到位。这个囡仔每一个礼拜拢爱煮一剂，那照安尼算到月底，就阁会欠药啊。其实我们在2月20号也开了4剂的药已经给他的家人。那预计这个药可以用到3月28号。指挥中心强调，已经将药仔开予家属，阁特别加开2剂，但这个针剂是要安怎送到位，即马阁是一个大问题。我现在不想接受访问，抱歉低调一点好不好？不要一直抱我啊！顶一摆斗3工送药仔的台商会长，如今的态度是无想要接受访问。台湾这边海基会嘛继续咧做协调。我们会持续与家属保持联系，视情提供必要的协助。就算进前囡仔妈妈捌表出讲是较亲中国，感谢的铺文内底嘛拢无讲到台湾，但是救命要紧，政府甲民间也是会想办法，将这个救命药仔送去予这个囡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